當你一個人生活冇目標嘅時候呢，你朝頭早起身做咩好呢？咁係好惆悵嘅。咁但係發覺原來你好多義務工作服務係等緊你嘅時候呢，咁你就有個積極性，有個動力啦。咁每一日你都有一樣嘢可以做，或者唔止一樣啦。咁你個人生咪充滿咗希望，充滿咗目標咯。好過喺屋企喺度即係唔知做乜嘢好。越來越多香港人參與義工服務，每100個香港人就有36個曾經做過義工，年度平均服務時數高達87小時。而志願機構對義工嘅需求亦趨多元化，除咗社福服務之外，文化、藝術、體育、旅遊同國際盛事等都需要義工協助。義務工作發展局嘅香港年長人士義務工作研究發現，越來越多長者做義工。今時今日嘅年長人士，佢哋真係喺健康啦、喺教育程度啦，同埋資訊嘅掌握方面呢，都比以前嘅人優勝嘅。退休之後，亦都希望能夠發揮到自己嘅專長啊，或者技能呢，去參與多啲社會，退而不休啦，對社會多啲貢獻。咁我諗佢哋都會覺得係有多啲嘅滿足感，同時自己亦都係有好多嘅得益嘅。咁年長人士做義工呢，我哋會覺得佢係特別投入嘅，同埋認真嘅，好重視承諾。佢哋好尊重時間觀念啦。咁同埋咧，就遇到困難咧，係冇咁輕易放棄嘅。同時咧，佢哋亦都好中意咧，係討論下點樣去令到事情做得更好啊！積極討論去改善個服務嘅安排啊、流程。咁會提供一啲建設性嘅意見嘅。李慧心其中一項義工服務係做視聽障導譯員，佢曾經協助一位住喺安老院嘅視聽障婆婆去探望一位幾年冇接觸住喺另一間安老院嘅視障哥哥。我做嘅嘢好少啫嘛，我陪佢去見佢哥哥，我陪佢去買嘢，係對我嚟講係好輕而易舉嘅嘢。雖然我係要學習過點樣服務佢，我先做到，但係我係好少少嘅付出咧，可以令到一個婆婆同埋佢個哥哥同埋佢嘅生活質素提高咧，覺得自己好有用咯。做義工咧係令到佢開闊咗眼界嘅。咁因為咧佢哋會睇到好多即係另外一啲生活環境嘅人士啦。殘疾啦，或者老弱啊，或者其他有啲不幸嘅人士啊，咁所以佢哋都會覺得自己咧可能對生命咧有多啲嘅體會，識得去感恩啦。做咗義工之後咧，個人開朗咗咧，又多咗啲話題啦，可以同啲仔女去溝通咧，咁個生活咧更加係充實同埋開心嘅。我做義工服務咧，其實我收穫好多，我學到好多唔同嘅知識，我識到好多嘅受眾，我識到好多嘅義工朋友，對我生活圈子擴大好多。所以令到我嘅收穫咧，比我得到我嘅月薪嗰個酬勞咧，仲更加覺得係豐富嘅。發覺原來義工咧係可以提升人嗰個即係情緒嘅，令到你個人開心啲咧，你個精神壓力冇咁大，個人都冇咁燥嘅。所以咧，我哋做義工咧，大家都好心平氣和，大家都好理性嘅，咁亦都係真係可以令到我哋嘅身同埋心都健康啲。